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波牧师。今天3月9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命运的转捩点。我们要读以斯帖记6章1到14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无论谁，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的已经过去，新的已经来临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。有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娜的女孩，她在一次意外当中失去了她的双手和右脚。这场意外改变了她的一生，但也成为她命运的转捩点。在她的康复过程当中，她学会了使用脑机界面技术，控制机械的手臂，甚至学会了跑步，并且参加了一些马拉松比赛。她的故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，被许多人称为奇迹女孩。然而她的故事并没有这样来止步。有一次在比赛当中，她遇到了一位男子，名叫凯文，他也是一位残障跑者。他们两人就在比赛当中相识，并在比赛结束后交换了联系的方式。在几年后呢，他们在纽约马拉松比赛上再次相遇，并且之后成了情侣。在彼此的支持和鼓励之下，他们两人一同参加了许多的比赛，成为了一对残障跑者夫妇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在命运的转捩点上，机缘巧合和上帝的恩典总是在等着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失去信心和希望。在生命当中，每一个人多少都会遇到各种的转捩点，而这些的转捩点可能会改变我们的命运和人生的轨迹。以圣经中的以斯帖记6章为例，我们可以看到哈曼原本想要对末底改下手，但是在那个夜晚，哈曼他就是在亚哈水乳王因着他睡不着觉，就命令人把官方的实录带来念给他听。读到末底改，他揭发了谋杀王的阴谋，但王对于自己没有给末底改什么赏识而耿耿于怀。不论是因日志中没有赏识的记载，或者是碰巧知道末底改没有得到奖赏，也因此王立即决定要赏识末底改，丝毫没有犹豫。这个转捩点最终导致了末底改的荣耀和哈曼的败落。我们看命运的转捩点是每一个人生命中都会遇到的，他们可以是好的，也可以是坏的。但是呢，每当我们面临这些转捩点的时候，我们有2种选择，一种是放弃，或者是坚持。亚哈水乳王的失眠给了他一个机会，去重新思考他的过去和未来。他可以选择继续忘记那件事情，或者他可以选择去面对它，从当中来学习和成长。这个也适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当我们面临转捩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选择逃避或者是面对。如果我们逃避，我们可能会错过一些重要的学习和成长机会。
但是如果我们选择面对这些的挑战，我们可以从当中来学习一些有价值的教训，并且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。另外，命运的转捩点也可以是机会的开端，就好像末底改一样，在他最黑暗的时刻，他从当中发现了一个机会去拯救他的族群。这个机会就改变了他的一生，并使他成为一个英雄。最后，我们应该相信每一个转捩点都是上帝为我们安排的最好的机会。在以斯帖记的故事当中，虽然亚哈水乳王不知道他的失眠会导致什么结果，但是最终这个转捩点导致了一个更伟大的目的的实现。同时我们需要学会看到那些转捩点带给我们的机会和福气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学会接受上帝为我们安排的一切，并且相信他的计划总是美好的。当我们看到那些转捩点带给我们的机会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的是抓住它们，并且积极来寻找或者是发挥我们的能力和价值。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一些的转捩点，我们需要保持谦卑和顺服，并且我们要向上帝来祷告，寻求他的智慧和引导。他总是在我们的身边，他总是为着我们着想，让我们相信他，并且跟随他的引导，一步一步走向他为我们预备的美好命定。我们来默想回想一下你生命当中的一个重要时刻，那个时刻改变了你的一生。这个时刻可能是一个挑战，一个损失，或者是一个机会，也是一个决定。而这个时刻是如何影响你的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安排了许多机会和挑战，也感谢你在我们的命运当中安排了许多的转捩点。我们相信这些转捩点都是您的恩典，是您为我们安排最好的计划。今天我们要感谢您那些改变了我们一生的重要时刻，他们可能是挑战，是损失，是机会，或者是决定。当我们回想那些时刻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情从难过、沮丧到感恩、喜悦。感谢您让我们遇到的那一些的难题，也让我们成为更坚强、更有信心的人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您给我们有一些的机会，让我们展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，并且引领我们能够做出一些决定，能够在人生当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和目标。我们祈求你是给我们智慧和勇气，去面对那些我们尚未遇到的挑战和转捩点。求你也帮助我们在每一个转捩点上，我们都能够看到你的施恩的手在工作，我们也能够从当中学习到你的真理，活出荣耀主的见证来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平安喜乐，在基督里有新的恩典和启示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